爱吃盐嘅声音呢，会吃到较快乐。做得起家嘅解问题嘅声音呢，都有自信。也係伊嘅聲音呢，符合是經節目。也歸大家愛對總鋪出發，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鐵沙表、中浪、上山落海，喺競爭同合作當中，考驗大家嘅耐力、體力同智慧。來，聽聽人跳下去高鐵探險。上一集西拉嘅吹挑戰嘅風波嘅任務，作為好食嘅水果塔和學寫行銷文案。一下西拉嘅吹係阿蘇巴良先，西摩嘅吹係挑戰嘅雲端歷險，和記得楊過嘅阿福田都冇簡單踏出腳步，去到所嘅行，唔過前面因為時間到誒就冇行。大家都接受挑戰過後都有成長。西摩嘅吹也係阿姨簽詞良先。今日嘅挑戰係西摩嘅吹開始，大家來到台南演得起，也特別本單係 Q 糖廠，也下轉型做文化演戲，主要係表演打鼓嘅。演戲度看得到咁多 QQ 嘅建築，沒有咁多設施好來體驗冇，還有精彩嘅打鼓表演。今日西摩嘅本山吹，我哋演戲度看各個挑戰無共樣嘅任務。磊蓉第一個選。一開始在選隊員的時候，我就很希望磊蓉選我，因為一開始我就很想跟他一組，因為他很活潑，他很開朗，他很大方。慧璇。選以婷的原因是因為我跟以婷和如意都同隊過，然後又想到傅婷他沒有跟如意同隊過，所以我就讓他。好，本組好勢，上來愛挑戰呢條任務呢。多演戲過關，得組有3關愛過，過一關就得嚟到1分。請先進來嘅再過加1分，係講超過時間就冇分了。大家是冇搞到唔記得咯。眼明手快，膽大心細，協力，同心協力，眼明手快。好，眼明手快。謝謝。要打開哦。同心協力。我在選任務的時候，我第2個選，我選了同心協力。我選同心協力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我跟以婷可以同心協力的完成任務，而且我覺得以婷她應該就是不敢玩那個膽大心細，因為膽子說明要很大。然後我覺得就是讓傅婷他們抽膽大心細，我覺得會拖他們一點時間，因為傅婷在那個哭了，所以會覺得會拖他們一點時間，所以就選同心協力。3組都選好任務誒，藍翠挑戰眼明手快，黃翠挑戰同心協力。風吹係挑戰膽大心幼，餐廳點半鐘內，大家準備好嗎？開始，出發了！高空盪秋千。哎呀，風吹嘅任務地圖竟然有一類係挑戰到半天高調公公嘅，阿福田會順勢過關冇？不用地圖了，我知道了，它就在上面就對了。不然為什麼要叫高空盪秋千呢？我往抬頭看，一定是這了。對，就那上面。阿姨因為生來個呀，堅持唔是門路，唔過過程當中堅定到公演，也得會到時間內完成所有嘅任務冇？找一下，這個應該會在這哦。果實，安全是全體員工的做的果實。恭喜風吹完成體育關，將頭望到藍翠。哦，藍翠堅持嘅前面門路呢？這個制服廠就是這一條的中間有亮點的右邊。好，謝謝。然後這邊是直走左轉。對。好，這裡嗎？對，進去。
我们的任务就是制鼓过程。对，制鼓过程就在上面，6条音，12丁铜扣。恭喜蓝翠妹顺利得到1分，唔知黃翠也下啲嘅做乜嘅任務？这里是儿童馆，走去完成第一个任务，走。兒童館任務，第3人先行關注出題，過後傳發本第3人，第3人聽錯愛溜滑台，簽到正確嘅球嘅同量就做得過關。紅色1紮，黃色2紮。OK。那如果他讲的不清楚，可以再问一次哈？可以2次而已。粉色1紮，对，继续。对，黃色2紮，很好玩呢，这里很好玩。粉色1紮，黃色2紮，粉色1紮，黃色2紮。他很厲害，發音最標準。恭喜黃翠妹順利得到1分，下一關愛請到人下來向下搞獎券拍攝嘅遊戲。然後我們有一個任務，就是要跟一個陌生的人猜拳，然後猜贏的人就潑輸的人水，然後那裡有很多那裡有很多語音，穿語音，你要穿幾套都行。真的哦。黃翠嘅2個成員都同為表態，當家就請到第1位人客。剪刀手布。Yes。哇，你搞這麼大呢？我們在找路人的時候，就是有些有點難為情，就是所以我們就說服他，就是請他過來。我和雨婷就說，這玩水的其實沒有什麼，說不定你會贏啊，就可以潑我們，就算輸了也有雨衣可以擋，所以不會很激烈。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贏了。哎，我會撲到嘞，很棒啊，很涼啊。謝謝，是你是最幸運的人，沒有被潑到。來，我們再找一個女生，比賽開始，剪刀石頭布。哦，贏了。好玩，謝謝，謝謝，謝謝。第3個任務走。剛才揾到藍翠，也關係愛學打鼓嘅。學嘅聽錯愛同鼓譜配起來，打出完全正確嘅節奏，將會過關。試試看，預備，來，跑步跳，對了，很好，數抓記得，好，非常好，3、2、1，開始。短短嘅時間就愛配出鼓譜，真嘅冇按改，藍翠挑戰嘅成功冇呢？最難的就是打鼓，它上面要有一個譜，然後你要看一下，然後馬上學會，馬上閉起眼睛就開始背，然後還要敲對，2個人要敲對，同時敲對很難，一個人敲對可以，但2個人要有默契才可以敲得非常好。走路走路，一路卡拉卡拉。耶！再過來看下風吹嘅情形。沒事，只是玩盪秋千而已。沒事，什麼地方啊？哇，一條路正經係當地人樣，風吹愛挑戰頭半點高吊公公誒。感覺比就是之前那個，就是在那個3公尺上面的那個還要可怕。我覺得你會哭嗎？我覺得應該會。該來嘅喊起來嘅，拿出精神，結束挑戰啦！加油！哎，不要了！前面踩空啊！經過元旦的險，行過100嘅高空吊公公，阿福田有看冇按鏡嘅冇？一開始就是看起來很可怕，因為還沒有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很可怕，就
会不会就是小脚悬空的那边，然后下面都没有东西，然后可是做了之后觉得很刺激，还想再玩一次。好酷哦！耶，总算成功哎！恭喜凤翠加1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回去好了，这样至少还有1分。然后最快回去好像也有。好，我们走。哦，我们手气1分哎。我们已经完成2个任务，就是自鼓过程跟打鼓。对，打鼓超费时间的。剩下最后1个任务，但是我们怕时间来不及，时间会来不及，所以我们先回来了。60分钟。对。目前看起来是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3组都抢完成2項任務，各得2分。韓國藍水係千腳進來嘅，鼓手仔各加1分。大家繼續下2嘅任務，比亞項嘅杜項有一類動7嘅任務等大家哦。來，歡迎來。哇，很好啊！大三人都做得來做一類專屬自家嘅素飯呢。做同素飯，比較靠出同素飯，能認真選出清好嘅2位，各加1分。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先量手環。好。對。看，然後我們會依照你的手大小去定做。這不是黃金，這叫黃銅。現在它很硬，你彎不動，對不對？先讓火燒過。哎，你也知道的，來，快點來示範。有沒有？這邊已經紅了。如果我們把燈關了，它其實就紅了，有沒有？你會覺得它紅了，有沒有？做同素飯，要用當到健康嘅技巧，其中標記人就係接常用嘅其中一類。夾好哦，對，把它放在那個冷水面。對。很像那個頭髮被吸引，頭髮是這樣感覺。這個是用黃銅做的。然後我覺得很漂亮，然後雖然看起來感覺很簡單，可是就是做起來就很辛苦，然後手會很酸。金屬經過烤過、煨過，才會變鐵。標記人就係留金屬裝修來過後，又愛等佢天天的人，按呢金屬就加看軟看軟。但我們現在呢，我們要在這上面，因為這是你專有的，所以我們在上面打上你自己的名字。大三人同自家嘅名嘅靠上去，就係自家醬油嘅素飯呢。我覺得歪歪的很好看呢，歪歪的很可愛。我本身就喜歡這種首飾啊，我想說，既然今天有一個機會可以製作一個，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好，把它擦得很亮很亮。那個亮。好，來，你打好了，開始。好，很好。好 ，OK。有沒有？這樣子就一個圓形啦。做建工、搭鋪都愛當用心，韓國要有創意同美感來設計，將做會出精緻的作品。這個銅手環呢，它從它的第1步開始量手圍，到最後1步拋光，都是非常的需要花費你的心思與力氣去製作的。機器做可能它都是1比1的材料去製作的，那我們這個可能就是每個都是不一樣的，都是最獨一無二的。大家都完成呢，能人會選哪兩個神顏的作品呢？看誰拋得最亮，對不對？這個最亮，哇哦！而且打字打得非常好看。恭喜你！好，恭喜阿福婷、阿瑞勇各加1分。今日嘅合法考驗，愛靠大家加減乘除，來看下大家嘅表現。恭喜大三人都過關呢！也下細模嘅吹係阿姨姨、阿瑞勇、阿軒姨都係第1，也都會一直保持到7米毛。今日西拉耶來到新北市三門溪，也特別海天一色，風景一等獎。當大嫂冇帶到紙葉喂，希望就做得來標紙葉喂。
冇相干，天顶自家来做伊个自由的，就做得享受自由自在、随风比的快乐了。随风飘扬，大三人抢做伊个自由的韩国地蛋糕创作，完成过后，我同大家发表自家用为爱用来设计。前面大票选出千个票的第一分。沙点爱来标自由的，看来33年的自由的比来千好各加1分。我们今天要做的风筝是环保风筝，它主要的材质是特殊纸跟我们竹片，然后我们待会要用脸的，待会每一个人一人1张，做这种菱形的自由的，爱先老四片向内凹1公分，沙点你凹起来下面来画图。当上会看大家会画很多物嘅。我想画那个神采飞扬跟那个欧洲。就想看一下白色渐层，我用黄色来当底色好。不行，黄染到蓝会变绿色。开始做风筝就是画图，我是画太极。我就是觉得很帅，就是一直想到就画的。然后我做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折，然后画，就花了大概25分钟。那个风筝在做的时候要小心的画，一破了那个风筝就毁了。大家都画到懵懵的，等下再过来听亚德发表，再过来看那下一步。我现在做到粘它这个4个边。我洪荒之力又使出来了。啲菱形的对角各粘一起做煞，过后啲教材素材穿线呢，同爱变熟嘅素材一批好色，也铺当中有哦，变熟嘅味爱炒，也爱烫好，别的时间只有会长唔会落体咯。下一个步骤，想想，思考一下。啊，对，打洞，然后要穿线。不过大家以前唔到会天真呢，好歹由阿友原来听数，阿叔把张做的技术做下一步。从另一面这边有图案的这边刺进去。做风筝那个骨架要粘好，而且画要薄薄的画上去，不要画太厚，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它的重量。做风筝那个结也要打稳，你结没有打稳，指甲没粘紧，它就有可能会脱落或是飞走。沙点来粘自由的米是没看讲的哦，主要还是把自由的比来hand较稳。前面头先的套上去就好了。做好了。大家都准备好，爱来收集自家的自由的，共下来谈看啊！我做的风筝叫做欧洲云者号，上面写的神采飞扬，就是要让这个风筝自由的飞，自由的翱翔，然后让我自己也是自由的飞，自由的翱翔。然后上面这个人是我就是把这个东西推走，就是来到这个节目，我变得就是很勇敢，就是勇于表达。我做的这台是欧洲太阳号，我希望我的风筝可以飞得跟太阳一样高，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我画了海浪，就指着这个太阳是我的风筝，这个是海，就像海上的一颗大太阳，明亮的太阳一样。我做的是欧洲彩色号，我画出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画出这个太阳，我是假想说这个风筝是在太阳一样天空中的景象。我画出这个红蓝黄绿，代表我们的队服的颜色。我想用这个来表达说，我们澳洲48小时，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看得到我们澳洲48小时。我做的是澳洲太极号，我觉得太极让我代表勇敢与平静，黑色代表勇敢，白色代表平静。我觉得我现在勇敢是勇于就是勇敢的发表，然后平静就是现在像风一样平静的说话。因为我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白色就是什么都没有，很安静，很平静，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的刻板印象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这样说出来。因为我想说这里是富贵角灯塔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灯塔，然后也画了我做的风筝，就是等于是把这个风筝变成迷你版，画在
风筝的里面，所以就变成风筝里面的风筝。我画的这个是制作风筝记录图，因为呢，我看到大家都在很努力的画着风筝，制作自己的风筝，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影像记录下来，所以呢，我就画了这一张图。大家都冇共同，就用节目嘅名嘅来做主题，有人直接写诗，有人畫嘅代表節目嘅事實，還有人同日特別嘅景色夾入去，真件都意外明見呢。歷程頭發的至少6、7、8票，9票10票。好，下面我有了。好啦，自由嘅輕鬆遊嘅係還係愛啲天堂高比，故數叫下來去變自由嘅哦。太重了，收线。我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其实可以飞很高，但是飞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那边转圈，然后后来就是直接躺着不动，然后就飘起来一下再躺着，就是完全失败了。飞了，我的小宇宙！我看到我自己做的风筝飞起来，非常的兴奋。通常都是买外面的来玩，然后第一次是自己动手做，自己让这个风筝飞起来。我是世界之王，好高！叫我万岁爷！万岁！教练，我们这样上高吗？以前不用自由的，我都不用到同愛啊，咩比唔去咯。根本你做在比都按高按遠，本來是都同關係。哇！阿立神同阿耀娟韓國阿蘇伯嘅自由嘅比都同過，2、3年各加1分。因为我第一次放風箏嘛，所以我就在想，就算我風箏做得再好，我也不一定能夠放得很高。做出來雖然上面那個地方沒有粘好，但我覺得還是放得不錯，至少有飛起來，不是直接這樣垂落在地上那樣。阿凱神同阿美小嘅自由嘅冇幾久就爛退咧，不過阿凱神唱係冇念好，念過嘅就比上去嘅，故數還係得到2.5分。看等自由嘅見比登上去，咪希望大家都進來競爭，克服所有難關，勇敢面對挑戰。今日嘅合法考驗，我請大家來做一類同自由嘅有關嘅記憶哦。用下來談看啊，大家做出來嘅記憶係乜嘅？今日放改態，藝做嘅自由嘅比嘅改高改嚴。今本年去變自由嘅，大家搞到動關係。今本日變自由嘅，一模生意自由嘅就掉到樹當風，喊吹過哦。乃喜歡自由嘅，下次乃還我來挑戰。乃喜歡強拍戲變自由嘅，今本日變自由嘅都好搞。今日嘅任務都完成咧，看到安將嘅日頭落山，大家都唔想離開。細來嘅嘴也下行喺阿蘇伯保持第一，阿立神踢到後背，還忙到最尾，大家都還有機會，愛繼續變哦。下二節細妹嘅愛去潛走劉海，細來嘅愛去潛蟲嘅，繼續聽聽用下來行啲太自然哦。到現在我就覺得哇，今天快結束了，可是我分數還是有點低，就想說，我可以追得上嗎？就是心情有點疑問，心中打個疑問句，一個問號。